大哥，他们都说你一年不洗澡，真的假的？谁跟你说的？我看评论区说的。行了，我今天带你去洗浴，好好给你洗个澡，给你一条龙服务。走，走，门关上。还有这好事儿？这兄弟洗吧，这就是我们草原上的洗浴，就在这儿洗啊，哥？这不可以吧？是吧，兄弟？下，先提洗头，好提洗。哎，哥，有搓泥宝吗？哪有搓泥宝？那不最好搓泥宝吗？这不行，没搓泥宝我不洗了。哎，我这人挑。哎，就这洗浴你洗吧，哥，我不洗了，我先回啊。这么好洗的洗，白瞎了。哎，这家伙真冷。让你洗个澡啊，你可洗不了。哎，隔一会儿给你加热加热。等等啊，这还差不多，别整这洗浴啥的，还有没有？这，这是干啥？吃呗，给你加点热。看，洗好了，再放。这个白眼好东西。好，吹。这。好了，下。这今天跟我兄弟热热乎乎的吃个草原火锅，暖和暖和，心里冷了。哥等啥呢？开涮呗！开，俺就完了。哎，叫，好家伙，兄弟走。啊，行，可，来点白眼，这个东西够不了。这炒。哇，来一口。八哥好好吃啊，别客气啊。哎，好嘞，哥。哎呀，来这儿你就放心吧，吃这一块，老弟不能跟你客气。